友大家好，又到了今日复习来咧个医疗个单元的哦。今日老大家咧分享嘛个咧，大家要知道哦，平常时吼个唔拄好哦，知道个嘴毒来只蛇孔哦，哇，感觉都很冇容易。不过吼，上次个蛇孔可能会去痛到哦，实在是冇解散。到底做咪会最难的？佢个嘛个原因引起的，系讲拄到个问题，原因是预防，然容易治疗咧。今日当番伊做绕墙道吼，特别咧都复习来了，到大家来分享个第四个重性线吼，分享你个重性上来到节目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哦，一欢喜来到恁遐福气来咧吼，还上哦福气本台这个动力福气。冇错，绕墙道重性上来到节目地，读到大家来分享好，你讲动物融解医疗解知识吼，我觉得安样是相信朋友解福气吼。其实医疗知识是系安样嘅，你都了解总系好。对吼，当然唔系讲希望讲睇到拄到嘛个问题啦，唔过系讲你嘛个问题你了解咧，会是啲人容易去做。吼，唔过今日老先生咧讨论一下动物意识个问题吼，我相信电视机前面个乡亲们都会感觉，今日最难的，是动方面的会痛的，现在最难是不是？满意普通会看到个情形。你哦，平常伊做人运动多啦，有的人因做人是冇看医生啊，即刻帮伊看要动多啊。基本咱讲伊若地讲伊冇有做人冇。冇错。不过做人来讲吼，有的人吼有做人，不过佢个建议就好。冇错。最多差不多2礼拜就差不多咧啦。不过有的人吼，佢做人吼，唔是讲2礼拜好，甚至过年袂好。有的人讲。行年就一排啊，有的人哦，一年行排啊，动多安样因啊，所以讲做人系一种，你感觉当唔爽快的事情。冇错。不过有的人有重视佢，有的人是讲唔怕。冇相干啦，可能你研究嘛个问题也是会好咧。不过你吼，大家都讲吼，佢要当到个铁定，市场先生刚才讲到，他有佢冇用个平起，对不对？吼。这个铁梁是像讲，现在有时候觉得一开始就还好，可能蹦蹦，保密有风安样因什么？有的人，你像上次有的人个讲因的，那经验上因，上次安样转来怪怪，那个在动地图啊，用出摸爽嘛，摸爽快，嘿，就渐渐啊，佢就开始痛起来咧。伊看伊只空啊，地位又汪又拍，伊安个。啱落嘅事情，那又走出来咧，甚至又风中，像又血走出来。好养虫嘅，当时咪落去，朋友在凹什么？凹陷咯，伊个浮落来，所以它浮安样浮咧，像安样是体痛，冻痛嘅下在用呢。不过市场线上讲嘅，我很惊讶呢，因为线上来讲，就对因人烟贵烟头带到安样因，新烟30烟都安个情形嘅，有啊，我看过有人哦，一下就做啦，一下做啦，个做人咧，这个演绎多啦，相信你是东西咪拗多啊，错，是动脚啊，咪拗多个做人啊。对，所以其实它有分很多不同的族群，到底系用应该族群你很容易动容易是最难。也比如你大家都分享，比如讲第一点就讲到压力太感应。压力太硬，因为你个最底位有那黏膜组织啦。错。个黏膜组织来讲，佢本身吼，佢容易受到伤。尤其你若讲心情唔好啦，唔好受唔得啦，压力大啦，免疫的系统冇按过来讲，佢创也会本你有安样嘅灾难的情形。冇错，比如讲一般因为大家会讲食酒。會有，薄染，會你嘅要冇後生英學，不然午睡摸，打電動，就係講去食物嘅烤肉，安樣都會讓到。會，佢天天咧節到，你嘅身體嘅系統動得咧，佢就發病出來。對，所以其實簡單講呢，是不是免疫力下降？免疫力下降。所以其實大家會講，奇怪咧，我是烤肉做埋，我會得該嘛該最難，因為可能讓你整個身體機能、整個身體的免疫力下降。不過我現在很有趣誒，你特別都會講到底導致你講最難嘅平應係嘛該？就是從線上講誒，比如免疫力啦，不過係咪口腔習慣不好啊？也都會安那問題。會哦，尤其有的人是檳榔啊。
哦，佮变拢治袂，因为这刺激你可能某个东西就给不治袂。你当然咱写当然刺激来讲，跟黏膜的发炎又再来。哦，所以它是黏膜发炎一种清口。嘿嘿嘿。不过心脏疗会遗传吗？一般来讲，因为最难唔系基因的病啦，所以你研究来讲哦，佢唔系遗传的病。不过เรา伊只家庭嘅食的东西，佢家庭的气氛有关系。哦，食的东西若讲强辣、强破杂的东西，再过来讲，佢家庭的个环境吼，佢的气氛吼较紧张，明白？所以线上吼，去请线上来看平因地图都到最难的，线上也遇过很多这样从头未来。从头未来啊！但你一般来讲，睡唔得啦，眼睛失调啦，工作吼压力大啦，家庭的关系太这个从下有问题出现，种原因吼。家庭问题出现啊，会最难。因为尤其咧，妇婴家来讲吼，伊个事情吼，伊不快乐的事情，性冠头用那个性冠头地位，个久未去做咩难啊？哇，所以首先生讲，佢最难当然有生理的病因冇错啦，性冠头改平日咪冻错啦，因为你系讲翻炒水唔听，我注意记得吼，大摆个最难嘅时间哦，你就讲哦，你看我最难好痛哦，哇，伤心好痒虫，这些吸动性你都不能，就是你连喝令水都不舒服。是水会痛啊，是东西会痛啊。一半冻到加重是会讲嘛，干啲嘛，叫哎呀，你俩吼保仪态啦。系啊。所以现在保仪态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说，一般人大家都起到感染性。个保仪态好。你怎讲保仪态？我保仪态未来咯，是东西都没有啦吼，性侵都没有啊，棍佛、性佛、火气大、保仪态跳起来，哦跳那。当我右眼走出来，那就保仪态啊！你安样因呢？你安那个最难的看，从我读哦，我还发现中性上那种你复习对的吼，两下吼真的是动力害，哦，该描述的很细节吼，才会功效。我们从其实系安样因，相信你保仪态是做家长所讲，你俩就是听到破的啦，你是听到破杂的东西，所以你保仪态。没就一种不按我讲哦，你俩就系个摸水包，摸水包灌佛嘛，灌佛台、佛仪台，所以是最难。不过讲实在话，对中医来讲，唔系按简单讲佛仪台，因为佛系咪要分嘛个实火、虚火啊。那你中医来讲，佛有两种啦，是一种按照真佛啦，一种气佛啦。真佛来讲，大体是东西都要多。是酒是烟啦，生活习惯唔好，气火太离，性侵都会很多。哦，难怪，所以中医来讲吼，像前面中医就在分按照气火，然后线上讲金火啊，然后就实火的意思。所以一种系性侵吼，可能会让伊因为生理一种嘅气火，系讲你等下叫咬热啦，食动到破杂嘅东西啊，可能是真呢个湿火嘅问题。所以气火、金火也是都是火气大。心火来讲紧张哦，因为个肾上腺素会分泌较多。肾上腺素来讲分泌多以后，因为要紧张啊，要咩呢？啊，木头睡唔得啦。冇翻炒啊，动到心情问题。佢就会火气来的，来以后佢影响到咩讲？因为最难哦，遇到问题会发生哦。真是哈，所以来到永清标咧分享，我们讲，先生有讲哦，有当然讲佢最难的时间，一2礼拜是较好是好的。不过有当然去到几年头大，对，然后有当然咪是讲啊，没关系啦，可能两人灌佛台，嘛该免疫力好唔好，还是等于自然好。不过先生有个很好的提醒，有时候还是要注意，要注意，要注意哈。我们讲最难，冇嘛该了不起，很多事情是安样啦，伤息发生，唔系创啊发生的事情。你睇啲看啊多好，因为我哋一种事情啊，从啊发生，发生的事情个意求还冇解决哦，这问题就动态啦。哦，真是啦，身体咪强样啊，从啊样灾难啊，其他方面的镜头来讲哦，伊讲从啊样因啊久来变，咱冇强样啊，你的注意的乡土冇强样，你就讲从啊样因。
逐摆了事先按球膜计价，一天有大问题就对无。可能有嘛个大问题，无先生，比如讲。大体个按照内分泌的是内分泌荷尔蒙的问题、心境的问题，了统统要做出来。好，所以按用个问题是会注意，从冇吼。所以乡亲朋友，你也知道乡亲朋友讲，係讲你生是最难，先生係講，係講唔係從頭發生嘅，係講佢自家被啟動好，可能問題冇問題。我係講佢從頭為咗按用最難嘅問題，到時候又唔會好，先生意思就你是會注意嘅，佢有可能係你內分泌失調嘅問題，係其他嘅問題。不過用呢個預防同治療療下，等下老先講。当分伊就呢绕墙到，中市區先生呢度節目地圖，讓大家都分享一般人從頭會遇到最難嘅問題，因為其實最難是沒什麼，都是冇乜嘅。好，一般人會講我兩叫最難嘅貨兒態咧，多客家嘅嘛。我是想講，適量適下是好，是會好咧。好。不過有啲人吼，了最難適量嘅唔會好。唔會好。唔係講逐擺最難適量就會好。10擺底最難底會差唔多有6、7擺、7、8擺適量會好，有2擺、3、4擺嘅適量會好。對。所以你要了解講了火氣內味道，你聽人講個真火啦、氣火咩吼？真火來講是一般來講按照適量做得啦。那氣火來講適量做唔得，因為我講緊有個經驗講，有一擺我成因死得啦。咪最難咁會好，適量咪適當多咪好，是不是寫得好睇哩？哦，這樣哦，所以這種感覺就像那個虛火熱補，對不對？實火就涼補。哦，我哋講你係動緊張咧，我咪動驚嚟講緊張。咁錯啊！你冇緊張，緊張咪最難咧。線上廣告嘅世界整體上啊，叫叫我攞啲片看片嘅片音吼，最難係要麼凍到，咁個一般來講吼，最好普通嘅按呢，咁嚟講凍氧重嘅按呢，唔過先生要特別嚟強調哦，心肝頭性清好嘅因最難嘅清空按呢好多嘅，凍到，所以你要凍注意這樣做的，係，唔過你還要撈鄉親們來分享哦，你講濕火然後氣火然後，有時候你係講好氧重可以看醫生，唔過都冇嚇。上司會知道，火兒台，然後做啲自家嘅主動去來治療一下哈。像一兩下就分享，老師就講到凍從然後濕火到氣火又嘛個冇強咯。我們說虛火涼補嘛，對不對？虛火熱補，實火涼補是這樣嘛哈。比如講兩下又講到濕火，仲埋個冬瓜豆腐湯。恁有冬瓜豆腐湯啦，牛花綠豆湯啦，西瓜。甘蔗汁啦，了都通推到退火嘅咩？退火。你唔會講你醫生，你一般你咪啲啊，有退火嘅啊，所以一般來講實就會好啦。咁講你講從啊是啱是唔好，你就會想法改變係咩？嗰種氣火要去熱補，對不對？是補就會可以嘅。所以等下講到虛火，比如說這邊木耳雞蛋湯、當歸木頭蓋卵湯，做得啦，這可以是不是？而且你要講到。鄉親朋友都不下煮啊，唔會講凍難煮。凍好準備，凍好做嘅是都料理啦。你食東西咪你種湯頭係咪凍溫泉啦？咩講食法呢？剛才想問下先生吼，從一般來講，一般嘅人吼最難嘅時節講食材會，猛去看先生來講，唔係東洋蟲嘅時節，大家會知道講，我自家都不下喝青草茶。炝草茶，炝草茶是要按照濕火、靜火來講要做得啦。要做得。咁講呢講。是的，因為火又很嚴重，都有呢個變。是都很嚴重嘅麼？變化一下。變化哦，還係講像錳澱粉咧，大家講，你而家種落點擦到錳澱粉都是。錳澱是咁樣啦，因為錳澱藥性是少量來講對身體好，多食多做唔得。老師，我問你哦，像凍你冇去種落點，有冇？老先生，你那個習慣有冇？個習慣嘅錳澱粉，對唔對？係像芥末乾嘅種有冇？係個上期都講，你阿冇想過你功夫啊，保養啦，你是熱啲，那可以嗎？做唔得抗熱性體啊，抗熱體質啊。哦，所以咪做唔得吃飽飯開始那隻錳澱粉都是啊，做唔得。做唔得啊，做唔得咧。做唔得，蹦鐵條，咁做唔得係冇？所以先生，大家你也要了解冇？其實。
老实讲啦，你还会了解你到底该量是，你一家做咧观察一家嘅身体，到底你会发生乜嘅问题，到底你会因为虚火还是实火啦？一般人讲关心一个健康，我较准备了东西落去保养啦，安是冇反对啦。万一讲有镜头以后吼，啥样都唔会好，你就会想法改变，我权益先较好啦。权益性哦，其实也要当到公道哦，比如讲苗路嘅流行，伊都有偏锋哦，比如佢讲你下係講你冇快到去權益性嘅世界，比如講該讓水，大家會講讓水做啲消毒，該你做啲咁有冇漱口？飲本身消炎嘅，你係冇唔錯嘅。消炎，唔講你飲水做唔得糖分啊，係啊，安尼唔會講冇。飲冇同他們做的，他們係做得起嘅，所以你係做得起嘅。好，啊，比如我大家會講，哎呀，你可能因為免疫力唔好，你有時間有維他命 C 好多嘅果汁，其實這是可以的。做得來，哦，因為吼，你啊維他命 C 嘅吸收可以屙出來咧，佢水解性啊，水解性。是細心磨粉咧。細心是重要啦，一種。你係乜嘅肉啊？一種樹頭啦。一種除頭，佢本身佢袂有麻醉止痛嘅作用啦。哦，所以兩種東西是可以一家磨粉，一家從因外敷安樣去做的。不過你下來講，一般人比較少用安樣，睇你去買外賣嘅藥店買嘅物嘅款都高較多啦。一家咧做安樣動作吼，咁麻煩啦。一般頭擺吼有一段時間當流行一種東西叫做西瓜霜。咪做得，有冇做得，嗰種肉粉有冇？係大家講係講你在難嘅時間做啲噴一些嘅西瓜霜，是咪好？嗰是西瓜霜本身就涼嘅咩，所以你進火嚟講，濕火嚟講有真緊有。哦，進火濕火啊，做得用。因為它就是一個外傷嘛，你至少外傷先去處理。對，做得。不過氣火嚟講吼。所以講，因為咧在人來講，大體來講，氣火嘅情形較冇咁多啦。所以一般人都用呢樣嘅適量嘅來對呢個在人來講，有到咁嘅適時咪適合咧。其實來講啦，一般容易就係好咧。一般容易就係好咧。係啊，其實先生講到冇唔錯，因為其實咧在人一般人嚟講，我牙齒都係安樣嘅，有啲人去在人咪你個牙齦。對不對？牙齒嘅牙齦、牙肉改變。牙肉會發炎沒有啊？牙肉嘛，牙肉發炎。還有啲人去做啦，唔係是扎孔天哦，佢可能了胃扎孔、解胃扎孔，所以佢幾隻嘴可能加起來30隻孔。所以講你講有蠻嚴重，有冇嚴重？1隻孔到3隻孔，嗱就係嚴重，到3隻孔就嚴重啊。係啊。所以講你講特別做人是價位的，一到位做人吼，嘅做人知道一般的一隻冇重要。一扎冇強咯，嗬，所以肯定要注意係講，上次一扎上面蛇頭問題，一扎可能你就得觀察自家嘅情形。咁講，你要不要提醒觀眾朋友哦？其實上次嚟講，一扎最難到2扎、3扎、4扎，還是要注意。注意。一般嚟講，大家會知道是實火，是濕火，所以大家就拱火啊，西瓜霜啊，外敷的藥啦，食物嘅水果有維他命 C。咁個係講都冇好，大家就想係咩虛火。哦，這種性上去挑白虛火，熱補就好了。洗了，麻油酒洗了就 OK 啦。一般來講，保儀台莫咋個是麻油酒哈。不過其實性上嘴蘭其實不是，它嘴蘭的類型分很多種哈。一多。你講嘴蘭是普遍性的講法啦，吼。一般所謂口瘡嘴蘭沒錯，還有上次那種浪到時陣吼，氣漂浪到伊氣漂嘅嘴唇的氣漂，佢咪一種嘅。口瘡啊，我記得我圖書館時間有個同學吼，佢當貼片，我看佢冇乜解嘅，咁我看到佢係咪空氣，其實我發現佢係嘴唇，嘴唇難，對，唔係地毒哦，佢個嘴唇哦，就是比較嘴唇，氣漂，對，而且可能根本你看落還冇用因，水木天你造成可能落兩片一大，這個是一個病毒感染。對，所以他結果佢可能也很醫生，然後說哦，因為性上講這是像疱疹那種東西，所以它也類屬於一種口瘡的一種類型。你講口瘡最難是講，因你在底位在酸了都有難，最難。佢啲兩種名是
用佢嘅发生嘅素材来讲嘅啦。不过佢嘅发生嘅问题咧，又到伊台体平突引起啊。台体平突引起好多。所以其實有時老大家講，其實口你講翻譯講口瘡哦，其實一啲下尾講最難，其他嘅類型睇你動到咧。當然一般性是你大家了解最毒嘅難就是一般性。不過相信感冒啊，吼可能了嘴唇。感冒引起的嘴唇最難啊，平突性嘅感，讓到引起嘅啲嘴唇咪難，嘴唇嘛咪難錯吼。其實我會知道簡單講起來，其實都係一種身體嘅免疫力嘅問題。其實你免疫力當強嘅時間，不論係感冒啊，係嘛嘅，一般嘅口瘡佢也不會發生。你來講哦，你了台詞間來講，平突了細菌來講，台體到你強啊大多啲世界啊。唔過你若講。本身的能力廣大來講，幾多就會，它就侵略，就來了，其實來咧，所以免疫力動重啦，吼，所以該呢樣容易咧提高自家嘅免疫力咧，就唔會有最難嘅問題吼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就來。基本上講，前面時候嘅係咩要最大嘅問題啊？但係到底最大嘅問題係咩？東洋蟲，然後係講哦，佢自家會好，其實要了解自家身體嘅狀況。線上嘅體象非常好哦，因為要當你台地一般般來講，可能都係只是火氣台，然後講改良時嘅生發冇正常，哦最難。不過喺度體象睇㗎，係講你最大嘅青孔東洋蟲。哦，咁所以注意咯，莫把都是火氣太重。錯，因為一般來講，一啲吼，你睇下十個咧反映像感冒嘅病毒，係感染也可能做了嘴嘅身體咪要疱疹嘅病毒嘅情形。不過兩篇到線上兩篇到特別到大家來反映，有一種東西，它會發生在新生兒，呢個歐亞子嘅情況。歐亞子上是耳口瘡性黏呀，你奇怪了成，就歐亞子唔是咧一款。就咧打開咧，哎呦，一點拍拍嘅，嘅係歐亞子嘅嘴啦，歐亞子嘅。咁個睇啲可能爸爸媽媽咪是同緊，它是呢個新年嘅奶膏，新年我是強嘅，就係講摸死嘴，可是事實上它有可能是耳口瘡。對吼，等下大家都不影響，就是說，佢可能係6個月以下的新生兒。好，它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佢可能在嘴毒啦、三媽啦，有那種好像白白的像奶膏。對，那不過這還是要注意哦，係講有爸爸媽媽自家屋下有歐亞子嘅，拄到安樣嘅問題，就要我覺得這要趕快去看醫生。我本線上看啦，因為哦，歐亞子佢唔會講話呀。佢要叫，所以你注意講，歐亞子呢牙科啊，唔會講話科，小兒科呢唔會講話科，牙科，所以唔過現在很多幽默吼，唔過意思是講像耳口瘡嘅鏡頭時，等下大家做電視都看到誒，是6個月以下的嬰兒，好像是擦不掉的奶垢一樣，其實在舌頭裡面都會有，大家要注意，因為歐亞子可能這樣子是。還蠻嚴重的，趕快去看醫生。去看本醫生看下。係，家家去看醫生。不過除了大家講的一般的口瘡，嚇，你講感冒引起嘅最難嘅問題，還有家下講嘅了解嘅歐亞子。不過然後其實我還僅是可以提一白糖豆，因為有種，比如說比較類似罕見疾病，對，罕見疾病就貝西斯，對，貝西斯氏症，安樣嘅鏡頭它也會有。最難嘅情形，嗰種鏡頭來講，佢唔係講單純最難，佢全身嘅難，心肌、肌肉、骨頭、胃腸，佢咪難。非常感染蟲。對，不過像這種東西，當然嚟講，這個不是說最難是安樣嘅病啦，因為講像係講要安樣嘅病，其實它會引起營養蟲嘅最難。因為最難是一種鏡頭啦，佢唔係總得講病，是鏡頭添。所以你有病，佢本身咪最唔難。所以講，你咩講最難是乜個病？最難是一種鏡頭。最難係一種鏡頭。比如講，你睇大家都懂了解，要從頭會談高解一種解病，比如講像紅斑性狼瘡。佢咪一種鏡頭，嗰種病 SLE 嘛，嗰種咪全身嘅病，免疫力嘅功能嘅大下嘅病。基本嘅係利用了得記住吼，特別繞牆到中性上來哦，順沙啦，大家都分享幾種解，你可能係講
一般因来讲，当你冲突的拄到该偏啦，比如像你讲红斑性狼疮该征兆，去提一早讲到的是嘿，伊该做咩会烂，安样该问题。一般 SLE 红斑性狼疮记个面料位哈有风，一般来讲，它的性的朋友较多。成个朋友好多哈，所以其实讲来讲去，当你俩有讲到像系你讲治疗咧红斑性狼疮，其实。我们讲是看中医先，当然你做得是看西医，做得是看中医。不过你係講你看中醫，按我嘅平其實容易得到嘛嘅治療。不過叫做做啲調整你嘅身體。因為我看了種 SLE 嘅平台體吼過勞啦。台體過勞，門氣都通到過勞。誒，我先生要當後生嘅。係，因為你下睇到壓力動態啊，你下牽動難傳嘅，所以睇到心情吼要過勞。而且有先生竟講嗌嘅性侵啊！因為講啊，你心就快樂嘅呀，講我是什麼事情呢？其實簡單講，因為大家要發現因為你下你頭白嘅做東沙比冇強用，所以你下感應吼顛倒性侵比頭白壓力還好睇，因為頭白做東西雖然甜，感覺冇強用，喺你下嘅。現頭應該文明平動到，你看醫生看過後咧，大家講嘛嘅，我這個免疫力系統的問題啦，係咪一般你都咁講？所以我要當反映我以前哦，蛇因時期這套嘅種嘅想法，攏要殺回，我嘛事情啦，大擺那去上學做那個療啊，療食飯不卡當險啊，睇到啊，險結家已險，了不家已險，睇到全部加食飯，動強鬆啊，冇嘛事情。下個生意搞，搞啊就興做咗食飯。係啊，特家位就個險馬上命馬上做呢，睇到做呢食飯。安樣想法，也係冇不可能再過有的啦。我看一堆和尚人哋安尼。安享受安尼嘅安樣嘅生活過啊！感覺先生講到當懷念嘅感覺，其實大家要發現冇，今日呢一期節目咧，大家咧分享其實是講嘅係最難係用嘅問題。咁我講到最難嘅問題，其實我未知道嗬，先生我感覺同先生分享幾十下來，講來講去，其實你嘅生活係輕鬆，因為挑戰係自家嘅體質，簡單講嘅都係咁樣。係啦，不過因為你係社會嗬，尤其按到個數位時代，位落差吼，你唔曉了山西嘅產品來講，按到農務咧啊，了你下死台冇接啊，所以你下面吼有安兩多嘅問題吼，最難啊，一大堆嘅免疫嘅問題吼，是他有關。錯，咁個所以基本你提出幾點啦，大家來分享，你一定要增強你免疫力嘅方法，比如講這邊一般中醫會講嘛，你要強化正氣，滋養五臟。錯嗎？比如第一個，來陪到動手，第一個就要先舒緩你的壓力。對，好。你有種我諗壓力都係講，壓力係一種感覺。錯。強強嘅壓力有啲人講冇乜解啊，有啲人講一陪壓力，佢一解放台變10倍啊，所以你要完全到一解慣。有哈，所以壓力一定要舒緩。還有兩行人哦，常會講話有翻炒水唔體感問題，所以兩下適當的睡眠很重要。係啊，吼，因為有乜嘢因為兩行人吼，所以講動辛苦啦。你講有停電啊，所以愛怪馬上怪愛迪生發明停電啊。係講個放陽衝解屍體，可能大家睡好飽係啊，挑白講哦，食飽冇叫到容易講腳細會睡冇咧，真是，吼，紅布條紅帽數、紅帽叮當，對，要天時要冇埋個好。誒，老人家咁講哦，你嘅甜冇點多會淺呢？係啊，凍傷啊，腳去睡冇。所以還有潤彤動床嘅，現在你要動手要基本嘅潤彤，一旦你上班啊，你個很係清晰嘅嚟通下身體。你潤彤誒，你愛觀念嘅安樣，咩講你一天哦專門弄種一個時間用，平常時你嚟講。做事情做啊，放喺度烘啊，你啊身體疼痛下，咁種下，咁咩好啊？錯，還有一隻動床，然後大家都分享哦，比如你下動你動管是肉嘅，像抗生素那種東西要注意哦。你啊種東西莫從啊雜個食咧，因為你食多以後吼，停擺吼，你啊細菌對你啊抗生素吼，佢冇作用就慢夾殺啦。所以總得亂食，當然啦，你一般老鄉親朋友咧分享嘅，比如講你是炝脆枸杞啦，
均衡的饮用，哦，这最重要的。黑某时都得去请中医师会了解一下，你身体该冲空，该补的也是可以补一下。可以啊，哦，你得乱补哦，因为这你要用因啦，因为你的身体吼，你要用至少因就讲有60年，要用60年啦。你保养，你了身体的，你这个咱本身的质量。好，基本去到节目底都唔系讲会鼓励乡亲朋友讲听错去中医生改天嘛，该插嘛该揉咧补身体，唔系安样意思。不过就咧挑战下你身体该冲空哦。最好来讲哦，我的理想上哦，乜该肉都是莫食啦。真是，你看当时生几间唔是肉，错吗？我们呢，你本身，你身体本身只，你按照大药太药。古早吼，小白吼，你中国的道家佛教吼，佢讲的个方法就是，运用你身体来太药，来用先。所以基本上吼，你绕墙到中心上呢度节目底都係簡單啦，大家都分享，係講有最難嘅問題，體育可能係可以睇，不過最重要嘅事情係會了解你身體嘅狀況，其實身體角度緊鬆，吃東西緊鬆，心情好，安樣是體重老咧，所以好，呢係最難嘅問題，大家係注意哦。非常感謝線上呢度節目底都啦，大家咧分享。感謝大家。好，有朋友聊下，等下聽你認同線上咧做認同了。